你估下而家月入2萬蚊，香港算係咩階層啊？話你知啊，原來係貧窮階層啊！我係廢佬啊！今日同大家講個震撼消息，香港每5個人就有一個係窮人，貧富差距大到嚇死人。最新數據出爐啦，香港整體貧窮率咧就達到20.2%，即係成139萬人咧就活喺貧窮線下邊嘅。最離譜係個貧富差距，最窮嗰10%，家庭月入中位數得1600蚊。最有錢嗰10%就月入131100蚊，相差成81.9倍。呢個差距大過由香港去火星啊！講真，1600蚊一個月可以做到啲咩？而家食個午餐都要40-50蚊，1600蚊真係一個月只可以食30幾個午餐，其他乜都唔使做。相反咧，月入13萬嗰班咧，一日使費咧都多過窮人成個月收入，真係同一個香港兩個世界。廢佬，我計過條數，全港家庭月入中位數係3萬蚊。但係扣除通脹之後，實際購買力仲低過疫情前，即係話你份人工數字上加咗，但係實際上買到嘅嘢少咗。呢個就係點解成日覺得份糧唔見使。最陰公豬係班長者，貧窮獨老住戶急增47%，成13萬幾個老人家要捱窮。你諗下，後生捱窮都話頂得住，老人家捱窮真係好慘嘅。點解會搞成咁呢？第一，樓價同租金貴到飛天，住屋開支食咗大部分收入。第二，通脹猛於虎，乜都加價，就係份人工加得最少。第三，經濟轉型，低收入工種越嚟越多。其實香港人月入2萬蚊，放喺全世界已經算唔錯。巴西人平均月入先得3000蚊港紙，但係點解我哋仍然覺得咁窮？因為對比實在太強烈啦！日日喺街見到啲有錢人玩住幾十萬一個手袋，自己連買對波鞋都要諗過度過，個心理點會平衡啊？再加埋社交媒體成日推送啲奢華生活啦，睇得多真係會覺得自卑㗎。個月清涼，望住個銀行戶口得個吉，點會有安全感？唔好講而家月入2萬都話自己係新貧族。之前有人分享話月入10萬都入不敷支，我廢佬真係越聽越無奈。其實香港人邊個唔想留港消費？我哋出咗名轉數快，識計數。但係碗飯就真係得咁多。等政府打救不如求神問下自己幾時行大運。而家咁多人轉戰淘寶、拼多多買嘢啦，假日有北上飲茶按摩啦。其實唔係唔想支持香港經濟，而係份糧真係要慳住使先搞得掂啊！所以我成日話咧，香港人最叻就係逆境求生，慳得1蚊得1蚊。喂，你哋有咩慳錢大法啊？快啲留言話我知，記得 like 爆呢條片，訂閱埋我廢佬，下集再同大家快噏。